Hello，我係妖瑩。咁攞乜嘢去幫人去改變命運呢？其實人一開始都係一樣嘅，每個人攞住原始嘅成本喺我哋人生中去經營，投放去我哋嘅工作、事業、愛情、婚姻、人際關係等等。有啲人成為贏家，有啲人一次次挫敗。易經係俾大家一個計算試錯成本嘅工具，大家一定要學識用佢測試。攞住佢去做人生嘅導航，我諗你唔會過得好差。易經輸出嘅係因人而異、因勢而動、因地制宜，萬事萬物都有最合適嘅時機，攞到就係人生嘅贏家。易經亦都係基於理論、辯證、實踐去演算嘅過去、當下、未來嘅結合體。命理師傅除咗擁有呢啲嘅經驗、瞬間嘅穿透力，亦都要天分。呢個神秘嘅力量來自神選中嘅力量，呢個真係要天選之人先可以，所以冇我唔知道，只有我唔想知道，仲有要唔要去幫你。一個命理八字有5個結果出嚟嘅人大有人在，一個合格嘅命理師傅不止於學問、閱歷、經驗，仲要有個人嘅天賦，先至可以幫人哋指點迷津。無師自通、自學成才，幾乎係冇可能嘅。易經係一代代師承和自我能力嘅結合，博大精深，萬物都有靈，都係有生命嘅。有超能力嘅師傅可以做到不至於水晶嘅主人。選擇水晶成為我能量嘅連接帶，因為水晶響地球有住億年嘅晶體，充滿咗靈性同埋生命力，晶瑩通透，非常出色。有好多嘅顏色，亦都適合配合我哋五行嘅能量，幫助到每個人成為佢嘅首選。我將我嘅念注入去，幫助承接嘅人。易經係師承遞傳嘅使命，師出有門。經過時間嘅經驗同埋沉澱，修行到一眼睇到千年因果輪迴嘅人大有人在。響我眼入邊，好嘅命理師傅具備仁同埋術。能量嘅發長係貫穿你嘅一生，協助你響人生嘅設定軌道入邊不斷咁提高你嘅上限，令到你響大是大非面前俾你智慧，俾你護身符。